一、二、三、四。你是谁？哪会牵我这呢安？对我的脚步慢慢。我是你一生最爱你的人，面上风霜已经完。咱有讲过，要牵手一世人。嗨，大家好，欢迎光临岳云爱唱歌音乐教室，我是岳云老师。今天要介绍推荐教唱的这首歌曲呢，是杨泽和谢宜君两个人合唱的《你哪会不捌我》。这首歌是三立8点档《天之娇女》片头曲，作词作曲是石国人老师。这是一首降 B 麦啦4拍子的歌曲，速度1分钟62拍。这首歌呢，这个我们去看 MV 的时候呢，这个妈妈有一点失智了爸爸照顾她回想她年轻的时候呢，心头很痛看到两位演员的表情真的很感动演得真好。来，我们来唱这首歌。来，第一个，这首歌我有降了一个 key 来，拉咪哆啦，哆啦瑞咪咪瑞嗦啦。第一个开口唱的是女生这个是谢宜君拉有转音，等一下这个唱歌词的时候要把它带进来拉咪哆啦，哆啦瑞咪咪瑞嗦啦。来，你哆啦你是谁？哪会牵我这呢安也有转音收要带进来。你是谁？哪会牵我这呢安？哆瑞咪2、3、4，哆瑞咪2、3、4，对我的脚步慢这两个字呢就慢慢的仔细的把它唱清楚。对我的脚步慢2、3、4，拉嗦咪瑞咪嗦啦嗦啦，拉嗦咪瑞咪嗦啦嗦啦。我是你一生最爱你的人，我是你一生最爱你的人。啦哆瑞咪嗦啦嗦咪，啦哆瑞咪嗦啦嗦咪。面上风霜已经完，面嗦啦，这个嗦要带进来，面上风霜风呢有哆要带进来，哆瑞咪风霜面上风霜已经完。瑞哆咪瑞嗦咪瑞哆啦2、3，瑞哆咪瑞嗦咪瑞哆啦2、3。咱有讲过要牵手一世人，咱有讲过要牵手一世人。
来，我们唱到这边，主歌就唱完了哈。来，回头给大家说明一下，第一句。谢宇君唱的《我是你一生最爱你的人》，这句呢就是杨泽唱的哈。还有接下来面上风霜已经满啊，不是满哦哈，他唱的是满。我写了一个注音安满，也尾音是什么安？所以这个字你要念满哈。过来这句呢是两个人合唱，咱有讲过要牵手。一世人，来，我们从头哈，第一句女生，第二句男生，再来呢，咱有讲过要牵手一世人是合唱。我们唱这种男女合唱的歌的时候呢，我们练唱的时候自然是比如说现在哈，那我们因为要练唱，就是男生女生都是同一个人，就是我在唱啊，所以呢有很多同学都会觉得老师那个男女合唱的歌好难唱，不是啦，同学，因为男生的音高比较高。那男同学如果唱女生的地方呢，你会觉得好低哦。女同学呢反过来唱男生的地方又觉得好高啊，那怎么办呢比如说我是女生那我在唱男生的句子的时候，如果太高我就低8度那同样的男同学唱女生的调调的时候，如果你觉得太低那建议你就高8度不过高8度就会有一点点高了各自呢因为是练唱嘛，所以各自有各自困难的地方。等一下我们如果男生只唱男生，女生只唱女生，就没有这个问题了来，不过我们还是要透过这样的方式来把这首歌学会了来你是谁，哪会牵我这呢安？对我的脚步慢慢2、3、4，我是你一生最爱你的人，面上风霜已经满。咱有讲过要牵手一世人，2、3。接下来我们就来唱副歌。副歌是杨泽的立门外，我这里漏掉了，忘了写这里是男生这个杨泽的这一段上去就比较高了，很抱歉，那我就要低8度了咪咪嗦嗦拉嗦拉嗦咪嗦咪嗦拉哆哆拉嗦扎，咪咪嗦嗦拉嗦咪嗦咪嗦拉哆哆拉嗦拉，你问我的名，心酸陪我口出声。我一摆来，你问我的名，心酸陪我口出声。这是我低8度唱的各位男同学，那原如果不低8度怎么唱呢？你问我的名，心酸陪我口出声。再来上去又更高了啦我唱又更勉强了。嗦啦哆哆哆哆瑞哆，嗦啦嗦咪嗦咪瑞，嗦啦哆哆哆哆瑞哆，嗦啦嗦咪嗦咪瑞。来，我们唱歌词。你我相，你我夫妻难相活，难相活，难相活。这个难跟相呢这是一个两头短中间长的这个切分音。那我们怎么唱呢？难相活，难相活，难相活，你我夫妻难相活，哇有一个转音所以哇你我夫妻难相活，你哪会嗦这个拉前面有转音嗦的前面有转音拉，你哪会不捌我？这个不捌我也是两头短中间长的切分音，不捌我，你哪会不捌我？好，我们从这里，你我夫妻难相活，你哪会不捌我？
好，我们从头来，从副歌的头来。咪咪嗦，咪咪嗦嗦，还记得吗？你问我的名，心酸陪我哭出声。你我夫妻难相活，你哪会捌我？我试着啊。唱原来的不要第八度哈，男同学听听看哈，万一杀鸡请原谅来。你问我的名，心酸陪我哭出声。你我夫妻难相活，你哪会捌我？是吗？大家听得到？我有点勉强，对不对？所以不得不第八度来唱啊，男同学很抱歉啊。来，我们继续。嗦啦瑞哆，嗦啦瑞哆哆瑞嗦咪咪二，嗦咪嗦啦啦，再一次，嗦啦嗦啦瑞哆哆瑞嗦咪咪，嗦咪嗦啦啦。这个白头呢，我们通常都说白头到老，有没有？不过谢依君小姐唱的是白头哈，白头到老的故事，我想要听。白头到老的故事，我想要听。拉哆咪瑞瑞瑞咪拉。嗦啦嗦嗦咪咪瑞嗦咪，啦哆咪瑞瑞瑞咪，啦嗦啦嗦咪嗦咪瑞嗦咪，找无记伫的心，等你的声，找无记伫的心，心很短啊，这个前短后长。要短，后面心比较长。找无记伫的心，等你有转音都要带进来。等你不是等你啦嗦，不是嗦啦啦嗦。找无记伫的心，等你的心呀。有3个音，咪嗦咪后面这个 re 呢要唱心，心后面又还有半拍，所以你会觉得心不是这么短吗？为什么变长了？对，因为后面还有半拍。找无记伫的心，等你的心呀。好，过来，那换这个刚刚呢，这个谢依君唱完了哈，现在又换杨哲了。嗦啦哆哆哆哆哆哆哆瑞哆啦哆啦嗦啦嗦嗦咪，嗦啦哆哆哆哆哆哆哆瑞哆啦嗦啦嗦啦嗦嗦咪，哆哆哆这一个呢，港配每一呀，这2个都是前短后长的切分音，这个告金嘛也是前短后长的切分音，那这个地方呢？呀前长后短呀，咱有港成港配每一呀，每一呀，对少年甲有金嘛咱有港成港配每一呀，对少年到金嘛，咱有港成港配每一呀。对少年到今嘛，这个从少年到今嘛呢，他这个杨哲先生唱的是对这个音他发的是对哈。咱有港成港配每一呀，对少年到今嘛，对只有1/4拍所以这个呀要长一点。咱有港成港配每一呀，每一呀，每一呀，咱有港成港配每一呀，对少年到今嘛。好，换女生。瑞哆瑞咪咪瑞哆啦，瑞咪啦嗦嗦咪嗦。
re do re mi mi re do la re mi la so so mi so re do re mi mi re do la岁月匆匆听袂散，岁月匆匆听袂散，听袂散。咪瑞哆，岁月匆，哆瑞匆，岁月匆匆听袂散。这里都有转音要带进来哈。咪瑞哆，岁月匆匆，岁月匆匆，咪瑞哆听袂散，岁月匆匆听袂散。我分解动作，这样听清楚了吗？岁月匆匆听袂散，两人相爱的运命，两人相爱的运命。来，咱从这个烂舞来，嗦啦哆哆哆来，咱有共床共被每一夜。对少年到今嘛，岁月匆匆听袂散，两人相爱的运命。好，再来了呢，大家有没有发现呢？接下来呢，这里有河南又河女，还河北河南呢，不是啦，开玩笑的哈，这个是合音，两个人都要唱。那但是呢，男生跟女生唱不一样的音高，字一样，我永远唔放你鼓动啊行哈。男生唱什么呢？哆瑞哆瑞瑞瑞嗦咪嗦啦嗦，哆瑞哆啦，要高上去哈。哆瑞哆瑞瑞瑞嗦咪咪，哆瑞哆啦，哆瑞瑞瑞嗦啦嗦，哆瑞哆啦。来，我第八度来唱。我永远唔放你孤单行，孤单行。那个女生呢？女生唱什么？瑞瑞瑞嗦啦嗦嗦嗦啦，永远我是大家都一样的啊，男生女生都一样，所以要从这里带进来。我永远唔放你孤单行。来，女生来。我唔愿放你孤单行。好，男生，我永远唔放你孤单行。这两句呢，这一句就是男生跟女生同时唱同步唱了但是呢这个放力，我永远放力，到这里都还一样，有没有？可是孤单行呢，男生是哆瑞哆啦，女生是嗦嗦啦，所以就不一样。好，那我们唱第一遍的时候呢男生女生唱这里我永远放力，孤单行呢行2、3、4，接下去还是高帽子一间奏4小节，1、2、3、4，2、2、3、4，3、2、3、4，4、2、3、4之后反复又从头。你是谁？哪会看我这呢暗？对我的脚步慢慢2、3、4，我是你一生最爱你的人。好好笑，我刚刚想唱高音，又觉得不行，我如果杀鸡实在太对不起大家了所以就低8度来唱。我是你一生最爱你的人，面上风霜已经完。咱有讲过要牵手一世人，
你问我的名，心酸陪我哭出声。你我夫妻难相活，你哪会毋捌我？白头到老，白头到老的故事，我想要听，找无记伫的心，等你的声。咱有同床共被的每一夜，对少年到今嘛，岁月沧桑拆袂散，两人相爱的运命，我永远毋放你孤单行。那女生要唱什么？我永远毋放你孤单行，2、3，你问我，这个我们唱第二遍要看这个高帽子2有没有？女生唱什么？我永远毋放你孤单行，2、3。你问我的名，我们在这里看到一个符号，你看 S 画一条斜线，又2个小点，这个音呢，这个符号我们叫它 Senu。Senu 有一个特点，就是你看到它的时候，请往前去找另外一个 Senu，在这里啊，然后从它呢继续往后面唱。老师，这不就副歌吗？对呀，所以就是我们唱到这边的时候呢，孤单行2、3接副歌，你问我的名，心酸陪我哭出声，你我夫妻难相活，你哪会毋捌我？白头到老的故事，我想要听，找无记伫的心，等你的声音。咱有同床共被每一夜，对少年到今嘛，岁月沧桑拆袂散，两人相爱的运命，我永远毋放你孤单行。这是女生的第3遍，对不对唱到这里看到这个 fine。就是结束了唱到这 FINE 呢就是结束的意思。我们每一次反复啦什么的，唱到看到这个符号就知道唱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刚刚女生唱我永远毋放你孤单行的同时，同步男生要唱什么？我永远毋放你孤单行。男生要高上去了不好意思我的音不够高，就不献丑了所以这首歌呢，我们总共呢要唱2遍半，有没有从头这个你是谁一直唱呢，唱到我永远毋放你孤单行，这是第一次行2、3、4然后间奏4小节反复，又从头又唱到我永远毋放你孤单行这个是第1遍的男生第1遍的女生第2遍呢第2遍女生就是这里的这个就是女生的岳云老师一边打歌谱呢一边看 MV 一边听写把歌谱打出来的时候看到 MV 呢好感动老夫老妻就是这样子了不管你怎么样你不离我就不弃这真的很感动这首歌呢也同样的好听我们先去看 MV 再回来练这首歌更有 feel 感谢施国仁老师写这么好听的歌曲让我们来练唱好，今天这首我哪你哪不捌我就给大家介绍到这边，我们下次再见，拜拜。